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七彩戏剧频道11国庆大放送又为大家送好戏来了。昨天呢，我们在月光下行走了一番，而今天的大放送当中，同样也有一个“月”字。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花好月圆。接得好，因为今天的这台演出呢，就叫《花好月圆》赵志刚、陈实越剧音乐会。说到赵志刚，大家非常的熟悉了，被称为越剧王子，他的尹派唱的极有韵味，深受大家的喜爱。是的，在这次的演唱会中，赵志刚会为大家带来越剧尹派的几个经典唱段，像《沙漠王子算命》《桃花扇》《追念》等。那么另外一位主角陈实呢，也是看点多多。除了能够把副派演绎的精妙之外，其他的花旦流派也是非常的在行。一个人连唱4个花旦流派，与4位小生共同演绎《梁祝》中的18相送，一定会令大家过足戏瘾。其实呢，除了2位主角之外，整场音乐会还有很多戏剧界的明星前来助阵，绝对让你意想不到。太棒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今天的大放送来看看到场的到底有哪几位嘉宾。是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亲爱的戏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两位今天是充满喜气，神采奕奕。谢谢。选择这一段呢，作为我们今天音乐会的序幕，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今天是中秋节中国人的传统佳节。团团圆圆，开开心心。是。所以呢，也通过这样的一台演出我们两位也要祝在座所有的观众朋友以及所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团团圆圆，开开心心，有情人终成眷属。说得好极了啊！这美好的祝福呢，就作为赵志刚、陈实送给我们观众朋友第一件中秋礼物，听说还不止一件。对呀，叶老师，你看我们今天那个庞大的乐队，我左手边呢是我们的民族乐队，然后我的右手边呢是西洋的弦乐队，还有后面和前面大家已经看到了非常有特色的青瓷乐队。那么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传统的和我们创新的很多的片段是。意思就是好戏还在后边。对。好，我们进入今天音乐会的第一篇章，积水月在手。那么在这个篇章里呢，两位呢，将用最原汁原味的越剧影派、副派、吕派的经典唱段，来向他们的恩师尹桂芳老师、傅全香老师、吕瑞英老师致敬。那么说到这个影派的代表剧目这个大家印象最深、反应最快的是什么戏戏迷朋友放开说影派沙漠王子，还有呢何文秀。对，他们点戏了点戏了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那么就先何文秀的桑园访妻。陈实，我们醉叶老师您抢戏了。我抢戏了。我们醉。莫非就是杨家门陪我上进门配？为什么今天把人门关起？
不欠娘子望的心。老王万语是长远，不怕长相内换分离。哎呀，长遇到嘞换不尽，哦，遇了。也亏啥日关得清。分须之梦向内望，只见一间小草房，小小城内早上房，父母教育分两帮。三字清香落葱茶，滚松才要冲上房。第问把香红灯贴当用，第二问有情鱼儿可比香，第三问乡人锣鼓灯对不，第四问他吹响滚草起张，第五问江上舞蹈牛比牛，第六问江雨花轿吹花上。把一碗酒一杯，坐到花枝有一双。哎呀，困起来，忽然为我做39年，问将娘子今已上。当真真小孩
又何必苦苦将他怎忘？怎把我欺负走了？我又何必为他丧气？他的美，再看他粉脸红唇，不客气，闻声不转换点吹，几次运动都分呀，难把他的真假对，谁见他似乎终点婚，再见他为娘求生来。那家一素人，伴着乡民度了嘞。哎呀，弟弟呀，弟弟，你才是明真去做他，弟弟是空随而去，空随为。钻进困难路，必定自必有用意冒死嘞。
相暖，出来吊打，好月是终日相伴共欢笑。我把那心上的话儿对你讲，心爱的东西令你挑，还怕那丫鬟何时不知道，母亲是张张紧紧陪早罢了。你常烦恼，我担忧，你常给我心想，我和你同坐起来同常在，像一幕书生的情浓吧。谁知道妹妹人大心地大，自今自下了眼睛把我叫，三朝四季不理我，是抱我是问老婆单烦恼。我有错，你当也是骂也好，为什么怨儿弟子将我怕？你有句说也是神也好，为什么被人可是把泪掉？是抱有不明不白不礼貌，不就是为你死了也是苦，去世的归为冤难谢谢。刚才大家欣赏了韵味十足的影派的代表作何文秀《红楼梦》，还有吕派的代表作《三看玉妹》。陈实大家非常熟悉了啊，不仅是李瑞英老师的爱徒，同时也拜在了傅全香老师门下。中国有句俗话叫名师出高徒，陈实非常幸运，两位大师倾囊相授，所以这位徒弟应该是高了。这个刚才他演唱了这个吕派啊，我们听得出得到了
李瑞英老师的真传。接下来是不是听听他演唱的副派怎么样？啊，情探里的行路。紧接着赵志刚再会演唱《沙漠王子》里的探月。
总以为大工人，秉此啊
连人来立国事，要从真家到夜晚走神宫，我就做为啥夜深深回家亲女呀，一人人闻风送夜凉。一溜溜就是心不动，一重重心事听人唱。是什么要问世间越多冤？为什么多造人间因人伤？是什么人无心与交集？为什么我早掐掉不由郎？是什么比天使心月儿明？为什么多早已谁红发？是泪中音，到时情黑就天涯两茫茫，两茫茫。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音乐会的第二篇章，弄花香满衣。这个篇章呢，可以说是两位的才艺大展示。那么提起赵志刚啊，他爱折腾，会折腾，能折腾，在戏剧界是非常出名的。陈实呢也有一个雅号叫越剧精灵，可见两个人的能耐了。今天我们邀请了上海戏剧界各剧种的领军人物啊，和他们合作一把，唱一唱南腔北调。首先我们请出京剧名家李军和陈实演唱《四郎探母》。好不好？非常好。这个李军啊，点评一下。点评一下。我觉得今天能够跟这个陈实在一起演唱这个《四郎探母》啊，我觉得非常开心，因为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一个这个越剧名家。另外，他不仅他越剧唱得好，而且在闲暇之余，他还学习京剧，我觉得非常难能可贵。今天的演唱就说明了这一切。谢谢李军老师的点评。我想我在今后的机会里面也经常希望向李军老师多多学习。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对对，我们青年演员应该多学习一点嘛。对。李军的听够了没有？那好，今天我们是给这个志刚，我们的好兄弟，还有这个好妹妹来捧场。他们今天的专场呢是非常热烈，也非常成功。我呢也特别高兴。这样，为了给他们俩这个有换装的时间，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击鼓骂曹，好吗？
为人受得苦中苦，脱去了蓝衫换紫袍。第二人把花枪插了，就把红丝当鱼了，又找一时运刀把剑要插开的脚。就当我回梦颠倒，时来就要上青霄，身上过衣齐脱了。只身怒气陈英豪，中气不忘心。
也谢谢我们上海京剧院的所有的乐队，谢谢他们。我边上这两位了不得啊，上海两大剧种粤剧、沪剧的领军人物，赵志刚、毛善一。俩人虽然是不同的剧种，但是是同龄人啊。你们俩是什么时候开始打交道？我们是1974年同时进入了上海粤剧院学馆、上海沪剧院学馆，1980年毕业啊。同时呢，我们也参加很多的比赛啊，比如像那个最有名的红花奖。红花奖，当时两位是前2名啊，前2名。毛善一这个当时你们是崭露头角啊！我记得余秋雨先生在他那本著名的《文化苦旅》里边啊，曾经提到过赵志刚、毛善一现象。对，我记得当时他是这么写的啊，他说上海人可以没有任何道理，在一夜之间喜欢上了粤剧小生赵志刚、沪剧演员毛善一。这可见于先生他这触觉之灵敏啊，而且语言也非常有艺术。其实他不是说上海人不讲道理啊，他是说两个人的艺术人见人爱，不爱不行，非爱不可啊，不需要任何道理，爱你没商量。谢谢。实际上，我们当时都是初出茅庐啊，也是广大的观众，特别是前辈老师们的提携，使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在上海崭露头角。实际上也是鞭策了我们在以后的艺术道路上不断的奋进。你怎么不说啊？一句不说啊？今天的我们的男主角啊，是我们赵志刚、赵兄。让他多说啊。对，志刚兄呢，是我非常喜欢他的这个艺术，他的粤剧，他对粤剧的贡献，以及对粤剧执着的追求，我内心很钦佩。我们呢虽然不同的2个剧种，但是志刚他每次有这个活动，他都会邀请我。对，这2个人现在都很忙了。毛毛已经是上海沪剧院院长，日理万机啊。没有。这个志刚呢，也是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杭州市戏剧家主席和文联副主席啊，都了不得。那么现在有没有同台合作的机会呢？我们很多合作的，那个毛院长的很多演唱会、沪剧的活动，我都会去客串一把。志刚呢，他是粤剧的本行，但是呢，他是我们上海的家庭人，所以一个上海人的这个本质还是脱不开的。伊2句沪剧啦，唱得不亚于我的，也不亚于沈一春啊。这个是夸奖。每次阿拉有活动的，我才要请志刚兄来帮忙。你也唱，我看我也唱过。我们的活动也请舞台姐妹情毛毛来的。对，舞台姐妹情。我呢一段最著名的粤剧唱段叫《我家有个小酒碗》，曾经得到过阿拉傅老师的表扬。傅老师在讲，算了，侬不要唱沪剧了，侬来跟我唱粤剧。那么今天你们俩到底是唱粤剧唱沪剧呢？我不敢唱粤剧，因为粤剧大家了此地班门弄斧，我不敢，还是阿拉唱段沪剧。好呀，我就来学唱一段沪剧，唱得不好，请大家原谅啊。报一报名儿。阿拉2个人呢，上期个一直为大家要唱的一段呢，是沪剧的一段非常著名的唱段，大雷雨当中的戏段，叫《人配人上月配月》。月配月，风儿梨花雨里水，想我们新婚燕儿多的命要怎
用心，深深理由的这一位，一月来你凝视我中儿情脉脉细心为，朝暮相随在一起，隐隐相随心是悲。啥来啊？你想啊，不下的花儿永远好，与我们家始终的鸳鸯不分开。为妻破风吹浪打要两分开，为情啊，自从我到你家来，你与我心相亲今日里你要出门去，梦中人亲为女以后同在，难道你忍心催我离家走？为情不要生我为，难道你我的心情为不了家？真舍得与你两分开，只为婆婆要你走。我要你为我受委屈，这心话你我自己就不必为情啊，把你留忘怎么办？是今日小辈是靠长辈养，你是光彩不光彩？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你是朝中的有真爱。啥来呀？今天我不想走，为情只要婆婆不背。
陈实啊，我有2个朋友啊，只见过你一面，就问我说，这美女啊，她是不是唱越剧的？她是什么意思呢？就觉得你比较现代啊，比较时尚，跟这个传统的这个笑不露齿的古典美女啊，好像不太一样。那可能是你的朋友误解了我们那个越剧人吧。其实我们戏曲演员吧，其实也是可以现代，可以很时尚的。就像跟其他的很多年轻女孩子一样，也喜欢时尚，喜欢流行音乐。对，这个你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啊。陈实他不仅越剧唱得好，他歌儿也唱得好啊。去年你们已经鼓掌了是吧？这个赵氏公房啊，你们推出的《倩女幽魂》里边那首粤语主题歌就是陈实演唱的。对，因为那个《倩女幽魂》是我从小的一个梦吧。觉得不仅是电影非常好看，然后张国荣主演的张国荣主唱的《人间路》也是非常的好听，朗朗上口，家喻户晓。好，那我们就欣赏陈实演唱的这首他钟情不已的《倩女幽魂》。谢谢。似柳長，流離風霜撲面過，紅塵裏美夢有幾多方向，找次次夢幻中相愛，路隨人茫茫。從何去覓我心中方向，彷彷彿在夢中輕嘆，流過一茫茫。謝謝大家。他歌唱的真是好。接下来志剛要唱歌了，掌聲。我唱歌很多觀眾都要逃走了。不至於吧？因為我唱的歌裡面都有戲曲的味道，那戲歌呀，還有我們影派的味道，那也好啊，影派戲歌。我想今天還是不唱歌吧。唱什麼呢？陳實的歌唱得太好，我不敢唱。那你展示一下你的才藝。我呢就還是唱戲，好不好？剛才唱了沪劇，那麼還是才藝展示嘛。來幾句評彈。評彈 ，OK。講調啊，杜十娘是不是？杜十娘，嗨。窈窕風流杜十娘，是比生落在鬓看，她是落花浮居在风雾，飞絮飘零来送唱的呢哈，唱的接轨哈。谢谢。接下来再来，换一种戏曲。对。什么？我刚才听到了有人点了什么戏啊？戏剧。知道你戏剧唱得好。这个戏剧很高音很高。戏剧啊，当年啊，王冰冰老师说啊，他的戏剧唱的比他儿子小王冰冰还好。这是鼓励我。唱几句那个珍珠塔。冇代替母亲来想你，多想你表记深的心，
我将地心大道分当我母亲切杀地心，谁为想起你表记人？谢谢，好极了。评弹、戏剧，刚才沪剧，还有吗？让我休息一下。我呢出个点子啊。我知道啊，我们叶慧娴老师他的沪剧傻拍，傻冰生的傻拍，胖胖响，傻冰生老师收个学生子哦，不得了。你们想不想听啊？这个今天是你的事儿啊，没我的事儿啊。这个接下来你再唱什么戏？你唱完我再唱，我一定要唱。好，要不要听？我唱几句啊。确实我是邵冰森老师的关门弟子了，算啊。那么我唱几句啊。苏家浜刁得意，邵老师。那么我唱了，侬不要笑我。我拜我你真是有胆量，尽管在18人面前撒花枪。好，要没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怎敢说声就得长？哦，太棒了，叶老师太棒了，叶老师主持的好，沪剧唱的更好。这个接下来毛院长有没有把你准备招收进去的？毛院长有这想法，等我退休之后把我招进去。来，你，京剧，刚才有人叫京剧，好不好？好吧，那就再来几句京剧。这是童祥林老师教我们出去演出的时候教我的一段《淮河吟》，送给大家。右手在把乱不拉，三人同的把那鬼门关上他。谢谢，好极了。这个不是，是你可以了，过关了啊，过关了。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又该陈实？对，露一手，唱什么呢？我刚才唱的是4个剧种，对，是吗？是。那么陈实接下来要为大家送出的是4种粤剧流派。哦，你别看你4剧种跨度大啊，真的把不同流派的特色唱明白了，对，它的难度比你大得多。那肯定。好极了，掌声欢迎他们，欢迎他们。
呀，真的是众星捧月啊！来了这么多位这个重量级的嘉宾。哎，李军和陈实的这段京剧唱得不错吧？特别有气势。但是呢，我自己比较喜欢赵志刚和毛善玉演唱的沪剧啊，没有想到我们的越剧王子在沪剧上的造诣也是很高的。是的，而且你知道赵志刚在戏曲联唱中，他唱了各个剧种，把各个剧种当中的特点都表现得极为充分。我觉得他应该改名字叫戏曲王子。对，的确是多才多艺。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部分呢，有个名字叫创新篇。那么两位呢将会用全新的方式来展现越剧的别样魅力。至于什么样的创新呢？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这台音乐会。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在中秋之夜，团圆是当仁不让的关键词。所以我们最后一个篇章呢是花好月有圆。在这个篇章里呢，是两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原创越剧更重要的是他们俩合作创作演出的。先是第一次亲密接触，这部戏是和同名的网络小说几乎同时推出的，是这样吧？所以青年人特别喜欢，还获得了第9届浙江省戏曲艺术节14项大奖。我说对吧？对，没错。那么紧接着呢，那么巧恰逢巴老的100年诞辰，他们又演出了什么家？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先演家？谁先来？谁先来？那我就先为大家演唱一首《家鸣凤之词》选段，谢谢。一
此情深。弯弯河泪淌过，你朝路坎坎坷坷，泪水吹过，为什么家的重担压上肩，一颗心从未真正打开过，是恨假使我心血交付的根，是爱假借我再难逃我自痛，收拾家有事谁抛皮家与旧魂儿富贵送，同情人放的放，走的走，家是排的排，破的破，破的破。死了的心儿神殿上，那酸酸绵绵滚滚烫的风尘缠着一团火。心愿亏欠
艺术家史志刚，他荣获了第2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榜首的殊荣，也使陈实呢获得了上海白玉兰戏曲表演艺术奖的新人奖。啊，这个确实，在这中秋之夜啊，不光是他们，还有他们的同行也在分享我们今天团聚的欢乐。大家一定还记得，是2010年的年底，两人落户了杭州，啊，成立了用他们两个名字共同命名的赵氏工坊。虽然人在杭州，他心里还是牵挂着我们上海的戏迷们，所以在这节日团聚之夜，他还选用了上海这个舞台和大家团聚。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我们请出两位今天晚会的嘉宾，著名的陆派小生黄慧和范派小生韩婷婷来演唱他们的拿手唱段。
待你为孤儿郎儿，下站再聚夫妻子。谁知你好一日断线风筝随风去，多年来杀生大海无音信。娘子啊，这生命存在你何处去？莫非是二郎多年手中情啊？哎呀，娘子，倘若你身遭不测，我现场求什么功名，做什么人啊？哎呀，娘子娘子，你晓得没？红罗帐在香港，娘子端坐在堂中央，观众面前思想，也是红来笑也想。这情真是叫绣鸳鸯，下一张脸树香，碧落在青丝人，娘子的真是无常。人生去过银堂堂，情动今早晨你巧言好，我再提个问题啊，戏迷朋友啊，3年来，赵氏工坊呢，它推出了3部大戏，哪3部大戏？谍海情僧，对，山水黄公望，倩女幽魂，真不愧是铁杆粉丝啊！这个再看看我们赵志刚，3年来怎么样？更年轻了，更有活力了，是不是？这时我想起了啊，有一位笑星开的一个玩笑，他是用上海话说的。他说，上海世博会呢有一句口号，叫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伊讲现在好改脱了，叫城市让志刚更美好。但陈实呢，这几年在艺术上也是突飞猛进啊，因为《谍海情深》里面香凝这个角色呢，荣获了上海白兰戏曲表演艺术奖的主角奖。接下来，我们就请两位为我们演唱《谍海情深》里的《灞桥分别》。
好风光翠花落，难比人心更真意。从此心旁的恩水中说，明日不知神飘零，林荫平凡他绿有意，怀是祈愿盼自因为你来了，是因为我怕你对你母亲死我的泪啊！是一腔深水迢迢渡艰险，鸵鸟在灯下是同一之真，是小妹难追风伴伴九曲。上谁书，尽所千军，身谁穷途，肯怜温馨。女儿，请，真是姑姑，请。
谁会去看我意？就这手上手跟着，从此将风筝断了线，难为你也没问为大雨啊分。二杯乱醉为君情，只因再去为救命，相思相依，他爱自苍生，莫为我与二杯酒，寸寸意，hand乱世生生混沌。我本是乾坤有人在，今恰人初度岁月负内身。生生世意我消沉，但悲暖泪。为君情，昨阴摇红，最伤心。只觉得一阵一阵，你疼疼，你疼疼。心茫茫，心怦怦，谁大起身身。此情难遇唐僧僧，亦有云雨空。
下来，著名的徐派小生张小军和著名的影派小生萧雅就要登场了。林妹妹，今天是中国大祭，天上圣洁，是地界参星怀疑的事我还不将星星记说遍了枝头，把家境总算是东园好事西园金色一香大家好，祝愿大家中秋佳节快乐，生活幸福美满。好，为大家献上一段《一枝梅》当中的《认梅》，谢谢。小姐，小姐。姊妹苦人间，一姊妹吟唱多少事，一姊妹知情多少情，一姊妹平添多少人，一姊妹而今叹息心。我中人，一姊妹落香随意境，一姊妹表露自身心。还有一幅画，
这时间不早了啊，这个大家情绪还那么热烈啊，让我们就在创新越剧开篇《红楼梦》太虚寻梦当中结束今天的演出。我们相信，第一次在越剧舞台上出现的影派的宝玉、吕派的黛玉组合，一定能为今天的音乐会画上一个令人满意、令人难忘的圆满句号。三生
欢，同西厢把年纪。大观园中抱此情，早来梦中相思浓。西江之长，不与百花同。一个是多水多官多平生，一个是此心此爱此心。韶华一如烟，随风去，风影满地随云落，一生一世为万类。莫擦梦
悠悠岁月情意长，一曲越剧永传唱。越剧的柔情蜜意让人沉醉，传统戏曲的博大精深让人痴迷。相信电视机前的您还陶醉在如梦如幻的太虚寻梦中吧。好了，今天的国庆特别放送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国庆长假刚刚开始，希望大家在欢度国庆的同时，也关注我们七彩戏剧频道的节目。明天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沪剧韩玉敏专场，喜欢沪剧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明天再见。再见。